歡迎你嚟到籃球爸爸群組啊！呢個群組咧其實好簡單，基本上就係幫啲爸爸咧可以打返波啦，但係又可以 keep young 咧瘦身啊。當其他爸爸仲喺度無限 loop 住一啲傳統減肥方法啦、節食啦、運動嘅過山車嗰陣時咧，我哋呢個群組嘅籃球爸爸咧已經善用緊一套咧專為冇時間啦、要返工啦、要湊仔但係中意打波嘅爸爸而設嘅逆齡瘦身方法啊！呢個方法咧專門針對啦同埋解決咧中年男士減得慢啦、遇到平台期啦同埋容易反彈咧嘅五大體質缺口啊，幫你喺90日內咧可以唔使食少啲啦，唔使狂做運動，唔使犧牲好多陪屋企人嘅時間啦，都可以回復翻20-30歲嘅籃球身體狀態啦，輕盈活力。有健康有信心，冇肚腩啦，同埋唔反彈啦，幫你咧可以盡快復出球場啦，同真正陪到小朋友成長啊！如果你都想學到呢套幫過超過100位爸爸嘅方法咧，你可以 click 翻群組嘅復出球場快速起步嘅挑戰啊，全免費㗎，click 翻下邊條 link 咧就可以開始睇咧挑戰嘅第一 part 啦。希望呢個群組可以幫到你啦，同埋好玩啦，同埋盡快咧可以喺球場嗰度見到你。有任何問題嘅話咧，隨時 PM 我或者留言咧都可以揾到我。加油，bro！